嘛有准达欲兴起并进扩散红油林，212太保困阵，性命危急雷乱落。有准达实施调野绝技，招失败。听到今啊，伊三宝这边打出重围。三宝无法得手，两人战至精疲力竭，无法招架，各无一输落。刘王好！哎呀，将义气给他拿开了呀！我阿高定来好我心门啊！遵命。为何不见听到今个有顺蛋呢？听到靠山龙阳林特别进京到山东安营作战，恐惊听到今有顺蛋会做出懵懂之事来呀！不明白啦，我赶紧去查看一番。表哥，我甲你来去。罗成，你知影我等候我的消息。如听到今有顺蛋被捉者，我会出来营场打头看天。你赶紧小草墩，分散掉伊干农的兵力。我就可以乘机救出听到金尤准达了。假使听到金尤准达被杀，希望大哥恁两人会点以众兄弟研究报仇的良策吧。好，暂别咯，暂别。来人呐，将刺客抓进来！大高去，大打刺客！你主导罗网，留下名声来，听有了。达金呢？什么人告诉你来行刺国王，就是招人万古虚言，绝不过宽。我讲了，皇帝命令我来睇你这个干王的了。什么皇帝胡言乱说？啊！你做靠山龙，也唔知皇帝什么名，你做什么靠山龙啊？浪费死你！皇帝是我的皇帝，隋炀帝又讲，你不中啊！你讲出皇帝的真名正姓，不中就你不中。好闹啊！来人啊！赶紧甲抓入去重刑啊！哈，等下，王爷千秋，其实啦，伊讲的都唔对啦，我讲的才正确啦，迄个无后的傻书者是非常惊人哦，王家千秋啊，桌顶食饭，倒骹伫咧放屎人真济哦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也到你的部下，你认为上始终迄个人就是反背你的人啊？你嘛唔知啦。抓一个！哎，也到我认看卖咧。这个啦，这个，这个提500两银，互阮两个啦，讲叫我倒来杀死王爷你啦。这个啦，王家千岁，无这款代志，这个人啊，指鹿为马，我一向对王家你的始终，我真强拜访王家千岁。外面话声真强，要来见国王，来人啊！赶紧甲接入来啊！遵命。真强叩见王爷千岁，千岁。免礼，叔父，你可认得这两个刺客吗？小人不认识这两个人，方才一道乌影在营外宣传，可能是甲伊做伙来的。我赶紧出去甲伊对付就是。实在真强真明显啊！众太保家呀，赶紧出去抓真强捉刺客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赶紧对后壁山林多撞！究竟如何呢？可能是木洞伫咧烧草啊！启禀
王家千秋，两名刺客已经去往救去，也士兵哦，一名死，两名着伤。什么呀？刺客有组织，刺客有组织。金叔母，在你必须尽力搜查刺客，让这个劫银贼不得有误。遵命。那是金鱼之主金叔母。阿廖，中将官，赶紧把这前营。遵命啊！那不是咱大来救咱哦，咱两个性命都拍票啊了。哎，真歹势，真歹势。由于现地不过懵懂，干王领军灌战，夜宵夜昨日太保用命如虎，如不用地苗应付者，会遭受杀身呢。大爷，多谢你的指示。啊，是讲足歹势的了。莫大咧讲歹势啦，讲嘛你连累大哥去弄险啦。是啦，众兄弟在加油店伫咧盼望，赶紧回店吧。好了，等下店内唔免大家伫咧烦恼。良时节日，喜气洋洋，真好人坐在寿堂的所在。受了金叔宝其外38位义子，分目便以诚心虔意伫咧拜寿。众人恭祝金庙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金庙也万分的欢喜。金庙命令金强闭眼招待各地英雄好汉咯。这个时阵，39好汉分作4队，听到今仔甲罗成共斗。啉啦，大家庆祝一下！啊，众兄弟庆祝阮无情食百里。阮兄弟算起来都是罗成上少岁啊，这又是官家的子弟了。都是少岁，所以唔会互看讲不学无术，也都是官家的子弟，所以人看了袂较哩，当作伊眼中钉了。是虾米人呢？唉，讲出来到底就伤感情啊！啉啦啉啦，都对，讲要创啥？嘿，啉啉吼，啊我过道来共安尼干一杯啊！这兄弟啊，我来共干一杯啊！罗成啊，看你足气质个了。怎样讲呢？啊，就安尼啦，讲你青面獠牙，佮红喙手，无像人。像虾米？讲你像土匪啦，少年人足无修养啊！听了实在真过耳啦！啊，莫插味啦，啉啦啉啦！啊，是，这就是罗成年轻无知。啊对啦，啊我来甲这兄弟啊吼，啊敬一下，啊大家来画一个拳哩。少年人都不学无术，讲也无空无顺啊！迄真使用的时代，迄甘露12岁做宰相啦，对，实在要真表示人呢。是啥人呢？有别人，就是迄个青面红手的咧，迄个上歹咧，还佫有别人，安尼好。真有伊人看了，有伊通看了。干杯吧！哎呀，干杯！姓贤呢？出来外面，我甲你讲2句话。这个时阵，王必通看见，随后就要观看究竟。罗贤弟，什么事情呢？先勇士，你目下无人，要是我太心看拳。罗成，你我理会一下，免接招。罗成挥旗冲天，招招引，先勇士也速速绝技这边应付咯。速速仙力散花，
先用心使出旋风散花手。一个可比北海高粱，一个可比南山银河，蒋坤雄。无啉酒，来到当场，大开眼界，一个观赏用情好道路。双方打起来，旗鼓相当，兵分秋色。这个时阵，罗成全面压出金枪路，先用心完全处出对左阳术。两人真正特别拼命款，徐无光看情形无对，赶紧走入堂内。哎呀！大哥啊，事情不妙咯！哦，怎样是罗成甲先用心发生打斗？什么？罗成、先用心发生打斗？是啦，我儿赶紧去甲伊打完场吧。是，母亲。目睭白金，下面刷在内。当属银枪接触，喷出半点的火光。哇，赞了！这个娱乐节目很好看啊！双人斗地黄昏变色，青骨解球。罗成，表哥，咱就是咖喱店结拜二兄弟，为什么互相赞赏呢？实在太不雅观了，又恐留着人间的笑柄。大啊，到兄弟大家啉酒吼，啉到几分的酒意的时阵啊，安尼激来激去啦，互相啊，就是咧这个美感的问题吼，是讲安尼啦，到以武会友，安那不相大雅啦，大啊，你莫生气啦，莫生气啦。事情无遐尼单纯，到底谁先动手呢？表哥，我先向先勇信挑战，无礼，你以下犯上，不无尊重，赶紧向先勇信回不是礼。是，先大哥，是我的命令，是礼，是礼吧？你我都是误会，这战术也未煞。人甲你回失礼，还阁未煞？你美国客人笑笑，你骗人笑啊！你想得要做老大的是无？哎呀，既往不咎啦，众兄弟请回席吧。是，过来啉。等下，兄兄弟，我有代志特别甲你商量。好，安尼我来啉。你要等咧，你我准等啦，我有代志特别甲你商量，瞧好。罗成甲先雄信是什么动机发生了争斗呢？要都。You know speaking, please。迄个以我准等讲叫我唔能讲啦。我讲这外国话你听有啥？别来，别来。你伫咧讲的哦，4、5句尔，迄我逐句拢嘛听有。互相闹开求进步。到底是怎样发生呢？嘉金，也都3个月前咧，都咧欠所谓咧。这个以我准等哦，都甘要日出这般咧。先来相信哦，风请不可因，因为安尼想讲得要甲专家叫拍干咧头车目镜，我定伫咧念咧，念讲看到先来相信哦，一拍火拢未消咧。这个以我准等哦，伊这个人鬼头鬼脑咧，讲安尼好无问题的，我创一个空头哦，互你杀去，所以啊，今仔日看到这个罗成歹性地武功我真好，目的就是特别甲罗这个先来相信的美角，安尼消我满目一大兴呢。顺达，嘉金所讲的话属实吗？有影无只讲一个遐对同你咧，总讲哦，我这就是坐喙食火烧饼啦。为呢讲了较超过，所以才造成今仔日局面啦吼。大啊，我真毋对，我真毋对。既然知影毋对，知过必改，过则勿单改。对啦。我以用知识方将来指挥。对啦。赶紧去甲乡信、甲罗成会唔着，免致兄弟失和啊！
好啦好啦，大啊，我即马想一个办法吼，看要安怎讲，大家拢卖酸梅甲，佫真好听，佫欢喜收场吼。大啊，你先入息啦吼，啊我来想，是爱做回弯骨哦。会啦会啦，你放心啦。这个要怎么做呢？有我准答啦，你都想一个啊，四个人拢真好看的局面出来嘿，唔通算命角嘿。对啦，好，来请义母出来哈，呀，来听你唱迄个主题歌，啊，搁再刷落去呀。我来甲人西加球吼，二处，安尼，安尼赞哦。哎，各位兄弟，今仔日咱义庙的诞辰啦吼，咱大家非常诚意，佫非常欢喜，一路迢迢，实来讲哦，自远道而来啊，来送这个寿礼，来甲义庙讲好话祝福，佫再饮宴吼，大家孙娘佫咧欣赏这个仪行节目啦吼。咱头拄啊所欣赏第一段罗成善良信，因真多真抢伫咧表演啦，实在有够好的啦吼。唔是讲咱咧甲伊褒奖呢，若是讲天下英雄好汉啦，找讲这个功夫要赢罗成，甲赢善良信吼，迄款的功夫也是真少的啦，看对唔对？咱大家拢已经有看到，但是呢，头拄是搬武戏，即摆咱要搬文戏，就是我甲你介绍讲，咱兄弟中间这个听狗金啊吼，伊咧唱歌实在有够赞的啦，伊的外号人叫烧声歌王啦，伊即摆要唱一首名曲，这个节目叫做名曲歌唱，这个歌叫做啥物歌？这块歌就是叫做啊高牛乌头章。高牛头章，好，开始唱落去。要等下赶紧唱。都没有掌声，要怎么唱呢？安尼吼，咱大家鼓掌啊！这样。谢谢你们的捧场。只你高牛乌头章，嗰个乌公公，啊咧刘公公，17、18长大人，嗰个乌公公，啊咧刘公公，啊母啊唔知惊轻当阿国，也袂嫁。囝来嫁翁，嗰个吴公公，嗰个刘公公，煞。安尼好，这算伊的名曲啦，伊一万空一条一条就对啦。即马说落去，我这个尤俊达要来表演着这个沙呀加球了，呀哈！哇，赞！彼之东僻靠近王家千岁，这多晒东僻有啥物情报？回王爷，金属部甲迄两个刺客，就是在甲柳店结命的39兄在内，昨昏都是真庙的寿诞，39人拢伫真家拜寿，还佫会宴。彼之早啲清清楚楚，请千岁定夺。好，金属部是毋是39兄中间的领导人物呢？正是。国王赏金30两互你，你摕。了解。不可打草惊蛇。相依在，你去请金属部来遮，说明国王有事得要甲伊商量，唔通讲啥物小巧如bàn啊！遵命。先低调军校之首。12太保之一的上衣，过去受真强救助，因非常未报答，又奉了靠山王之命，要引诱真强一望，真是进退为难呐。富贵易破魂，人义配乾坤。咱受真爷帮助，因中如山，哪通恩将修报呢？哈！如果你若要做出这个不仁不义的行为，不如你掉落死互你看。阿爹，
假使咱啊反背寇山王原文的被抄斩，这要是何时好？是哪有什么危机啦？啊！寇山王无道，想得要残害忠良。我看咱这物件款款的，吼，赶紧来去报告我真爷知影，叫因大家好离开山东接南啊！对，赶紧进行。这边面听到今的未婚妻文君，当地的阿姐文玉，因两人结伴，得要去找听高金甲尤准达咯。讲来讲去，咱大个哦实在真足了。迄袁绍人伫面头前，伊拢无想讲什么办法来报仇。二弟，这个杨林寇山龙若无死，无为咱二爹报仇，我这个尤准达誓不为人。是啊，咱想讲有什么办法？对啊。哎呦，一条啊！一条啊！面色啊，面色哦。无啊，尤准达啦，你是拍算安怎哈？我工课都做完啊，过来就是听到今仔的代志啊，你咧？你又搁讲我，迄是你想出来的仙人跳呢？无啊，尤准达啦，你前头日啊吼，咱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入去我的房间内是什么意思哈？都恁翁死你大咧哭袂掂，我入去甲你安慰，安尼也有代志，讲也无空无损呢。啥物呀？你入去我的房间调戏淑女，安尼互作煞气啊心哈？干嘛呢心？你啊，搁对去，搁对去。万请，你甲阮小妹的代志煞来讲讲好好。恁小妹也无讲啥话啊啦。看啥物时阵得要结婚，赶紧定一个日子互阮哈。安尼我就来问尤准达，看当时要互阮结。阿姊啊，因两人拢扭起来了。对啊，众兄弟，上兄甲上爷所说，寇山王得要灭咱兄弟，咱爱相当的觉悟才好啊！真是人无害好心，好友相仁义。事到临头，大哥，走，你赶紧保护母亲甲嫂嫂。哎呦喂，走咯！听高金，安娜，你回家带你的母亲，要创啥？爱离开险境咯。哇，真正要走路都对。先相信王必当、罗成领领舰队，御敌击击。是。众兄弟同心协力，拿出蓝关吧！边啷个？真强一班人向南移动了。好，中武将官，骑马必杀啊！遵命啊！一班好汉为着撇咱往南喷地路，杨林小只昆龙帮，孙领十一太保当5清战士必杀路。别到我跳墙，真强的为父报仇，杀死杨林嘛！这样战局会变成如何呢？请看续集，随动。